喺半個世紀之前，我同你並肩作戰，一齊參加呢個暗黑武術大會。真係估唔到，喺半個世紀之後，我又會成為呢個大會嘅嘉賓。點解要叫我嚟參加？要你參加原因好簡單，只係得一個，就係要話你知歲月催人啫。幻海之死，50年後嘅決戰。喂，有咗啊！哎呀，真係激氣啊！頭先就叫極都唔醒，一醒咗就滾水淥腳咁啊，就鬼咗出嚟都有嘅。佢咩事喎？走得咁急？和真啊，無端端你做咩走出嚟啊？啊！哎呀，死仔妹妹啊！原來你又帶埋嗰班跟班出嚟。你個死仔，你話邊個係跟班啊吓？夠膽再講多次啊！一時口快啫嘛。你以為笑下就可以過骨啊？啊係啦，你哋幾個有冇見到阿優助佢啊？優助佢發生咗咩事啊？我都唔知啊，佢急急腳就走咗出去。係咪佢啲夢遊病又發作啊？唔係啊，我睇就唔似啦。總之佢講咗一句好難明嘅嘢，跟住就飆咗出嚟。唉，好啦，等我四圍揾下佢啦。原來我諗你嘅靈光波動拳已經揾到繼承人啦，嗬？冇錯，我已經將佢傳咗俾優助。咁都好，咁即係話你已經冇咗價值啦。其實正確嘅講法應該係話我已經冇辦法再忍受，我唔可以再接受以前嘅幻海變到而家咁。結果仍同以前毫無分別，喺你嘅腦海入邊只係有戰鬥呢一樣嘢。由嗰陣時開始，你就一直都係咁樣。我同你兩個人都係處於一個如日方中嘅時期。如果時間可以停止嘅話就好。呢排我成日都係咁樣諗。係咩？我覺得好驚。我並唔係驚有人叻過我，打低我，只係驚到咗某一個時候，我肉體已經衰老，唔可以再作戰。一諗到呢一度，我就唔甘心。人嘅肉體實在太過冇用。係咩？我真係好希望得到一副永遠唔衰老嘅身體，呢個就係我呢一生最大嘅心願。當你年老嘅時候，我都一樣會老。其實咁樣幾好。其實我都一樣冇辦法忍受。你為咗做一個強者，竟然唔出賣自己嘅靈魂。既然係咁，我哋就一定要用武力嚟印證，睇下邊個嘅抉擇先至係最正確。我依家嘅靈力只係剩翻3法靈元，我唯有盡地一步。哦！呀！哈！
我知道你係想一招插入我心臟，你嘅力度同埋時間都掌握得好好啊！用4成半嘅功力對你實在太不敬啦。咁好啦，就等我用8成嘅功力嚟好好同你玩翻次。嗰隻手竟然冇事。點會咁樣嘅？有一個咁怪嘅妖氣嘅，究竟用咩植物先係最有效嘅呢？呢種妖氣我從來未感應過，究竟係發生咗咩事？喂，休咗啊！你去咗邊度啊？點解忽然之間我會成身都毛管凍晒嘅？我從來都未試過感應呢一啲妖氣。喺呢個世界上，只有4個人見過我而家咁嘅形態，我哥哥、武威同烏鴉，咁當然包括埋你啦。但係好可惜，你好快就要死。我打敗你嘅只得一樣，就係力量。打出一拳發出嘅拳風已經係武器啊！呢啲就係你而家所剩低嘅力量啦。其實諗落，我係唔應該喺你揾到真正嘅承繼人之後，先至將你送上西天。我應該喺你後生嘅時候就已經將你了結咗。咁至少死喺我手上嘅你又靚又強。而家嘅你根本就唔係幻海，老到得翻層皮，只係廢物。我係真真正正嘅幻海，所以我冇咁容易會死喺你手上。你一定會死，因為冇人可以打得贏我。你應該感到好開心至，因為可以死喺相識幾十年嘅人手上係好難得。我需要力量。不過我要嘅力量係同佢唔同啊！我嘅死並唔會可惜，但我希望可以得到一種令佢醒覺嘅特別力量。幻海啊！做乜嘢啊？牡丹有咩事啊？幻海婆婆，
你已經離辭咗啦。歲月催人的確冷酷無情。頭先幻海已經搏埋條老命作出佢死前最後嘅一次攻擊。莫講我打敗我，就算連傷我皮膚都做唔到啊！幻海前輩，好快！前輩，前輩，你要振作啲啊！係我啊，我係優助啊！你認唔認得我啊？前輩，前輩，有助啊！好極啦！我而家即刻帶你翻去酒店嗰度休息下先啦。有助馬喺度嘅話，佢一定有辦法可以醫翻好你嘅。我注定咗要死，冇得救。前輩，喺嗰個時候，我已經知道噶啦。我係奉烏魚女大人之命嚟拜訪大師。係啦，幻海大師，我嘅主人決定正式邀請你參加今屆嘅暗黑武術大會，佢專登派我嚟通知你嘅。佢仲係個冥頑不靈。喺50年前贏咗武術大會之後，我一直都有一個願望，就係以後都唔再參加呢個比賽。請你立即翻去，將我嘅說話講俾烏魚女聽。今次被邀請嘅人只係大師一個，連蒲飯優助佢哋都被邀請埋。你使唔使再考慮多次？我主人好希望你會參加，為咗令到你哋嗰隊嘅隊形更完整。主人仲邀請埋2個叫飛影同撞馬嘅妖怪添。我主人佢仲話，你哋呢隊如果參加，就係喺50年前主人嗰隊以嚟最有實力嘅一隊嚟。佢對你哋嘅期望好高。冇錯，當我知道會見翻呢位50年前嘅舊朋友嗰陣，我就已經有心理準備，我係一定會死喺佢手上。點會咁噶？原來烏魚女喺50年前曾經同前輩你一齊並肩作戰。冠軍就係烏魚女隊。冇錯，自從嗰一日之後，我就將自己由人類轉化成妖怪，目的就係要永遠保持青春同戰鬥力。呢個都係50年前我贏咗暗黑武術大會嗰陣時，我最希望實現嘅一個願望。我後嚟實現咗，但係我嘅同伴個個都好反對。有咗，前輩啊，你休息下，唔好再講嘢啦。你聽住，有咗，所有嘅人都唔可以喺唔同嘅時代作戰嘅。烏魚女，佢只不過係逃避現實，放棄尊嚴，放棄靈魂，最後仲放棄晒所有同伴。你記住，千祈唔好學佢，有錯。你要記住，你唔只係代表你自己一個，你係為所有人而生存。啊，前輩！佢嘅靈氣消失咗，環海婆婆佢嘅靈氣消失咗。環海啊！環海婆婆。
如果你呢個靈光波動拳嘅繼承者可以喺幾十年前就已經出現，我就唔需要見到你而家咁老咁醜嘅樣。所以所有為咗戰鬥而生存嘅人，一係就變得更強，一係就俾人打死，只有兩條路行。如果呢個戰鬥者行一條又普通又冇用嘅人生之路嘅話，咁呢個人即係已經等於死咗。你呢個衰人，唔好再喺度講埋咁多廢話啦！我要你血債血償！我偏偏要講落去，而家攤喺地下度嘅只係一隻又老又醜嘅喪家狗。胡如來！前輩，幽助，你頭先嗰拳真係好厲害，從來未見過一拳咁完美嘅。呢一日終於都來臨啦！我終於可以用我10成嘅功力去戰鬥啦！我等咗好耐啦！貝貝啊，你做乜嘢啊？點解你個樣好似好傷心咁嘅？牡丹佢又忽然間古古怪怪咁樣啊！哎呀，究竟嗰個幽助就鬼在邊度噶？正話嗰股妖氣究竟係邊個發出嚟嘅呢？唔通係還有前輩，一定要將全身嘅靈氣集中喺手指尖度。冇錯啦，就係呢個姿勢啦，繼續維持12個鐘頭。有冇搞錯啊？點得啊？而家就要訓練你點樣去接住對手嘅靈元，一大意你就會冇命。要做到紋風不動咁擋住，先至算係合格。起身啦！哎呀，唔得啊，我唔掂噶！春菜，咁少嘅考驗都頂唔住，真係冇用啊！我睬你都白痴啊！你講咪白夜婆？幾好嘢啊！聽你嗌我做白夜鋪，個聲都幾夠中氣，咁就證明你根本冇用過真氣。再嚟過！你啊，咪煩我添啊！呢啲咁嘅修煉啊，我冇興趣啊！幽助，你要記住，你唔可以輸。喺決賽之前，幻海同護魚女喺樹林裏面決鬥，結果幻海被殺，充滿怒火同悲哀嘅幽助，好快就會同護魚女決一死戰啦。護魚女，我唔會放過你嘅。
介、何を落ち込んでおる。他の連中は決勝に備えて技を磨いておるのに、大将のお前がそんなことでどうなるのじゃ。限界を欠いての決勝はかなり厳しくなるはずじゃ。悲しんでる暇などないぞ。強くなれ祐介、そして勝つのじゃ。次回、嵐の前、悲しみを超えて、信じているぞ。